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共同研究客家四言白话语文，这就是美心呢，都有一个10篇文章。今日嘅主题係節碼語詞嘅研究，一共有340句。今日嘅是第一部分，口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第85篇，提供文各位乡亲大家能共同研究一个客家话同客家话语，当然，我哋嘅客家话吧，虽然有四海太平安四种哦，但是出拳不同，语言也有同那个文字都是有不同的所在，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做研究。这个基本一个那个资料之中啊，有第10个到第90吧，那个已經錄音好勢嘅呢，在一個網站度裡，也係我提供俾大家嘅最單個嘅素材啊。每一個地方都有10篇文章哈，有一般嘅片語，有一般嘅一個文章，文章部分呢有42篇嘅文章，請各位鄉親入網站點入去看看啦，先嚟哈。好啦，今日嚟講一個我哋嘅第一部分節碼語詞嘅第二部分口文一詞一語對照同大家第85篇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做一個共同嘅研究。題話講咧，客家嘅四言嘅節碼語詞，一個也係語言嘅一部分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那係心不平、氣不和嘅事件，就會應用出來，而爆發一個泄露心中嘅怒氣。節碼語詞大部分都係主動攻擊性嘅語言。再講節碼語言也係形容詞嘅一種，而係要用反面互相嘅形容。但是我哋談節碼詞看上下文，有時大下有人先講壞話，人嚟講好話；有人先講好話，留面嚟講壞話。所以那個談話談語啊，要談清楚，看上下文啊。至於一般的形容詞係正面嘅描寫，因此一般過程社會都認為講啊，要嚟組織一個節碼語詞嘅應用嘅語言，又有人講啊，多講善人係一種嘅祝福嘅意思，多講惡語也係節碼嘅語詞，就變成了詛咒罵人嘅話。一個詛咒一個那個下邊個連線咯，嗬，罵多呀，唔忘都會忘哦，但是確實為節碼語詞有時難以一語講破全部，前啲嘅事態經過我本人所研究，本篇分為咯一個用活性嘅形容碼詞嘅講過啊，嗬。咁樣一個講嘅呢，就平通嘅詛咒嘅罵人嘅話。第3呢，是通活加上12上首為碼詞。第4以12上首以外嘅通活嘅節碼詞。第5呢，是應用言體嘅器官嘅活嘅節碼語。6呢，行為現象啊等等。有使用嘅頻率可以啲嚟講啊，一個人嘅身份與環境之樣板啊嗱嗬，所以我哋對340句之中呢，我了解一個語同文嘅語同語係存在嘅，但是希望大家莫使用啲嘢就可以嘅，咁我認識的不太重工業
侮辱人家嘅自由，甚至有人讲会变成骚扰、骚扰一个问题哦，所以大家要注意恶言一句十句三言都难补哦。好来，我哋嚟讲本文以平等来节骂嘅意思，第一个调解嘅，调解嘅呢，一个就是讲植物嘅最难吃了嘅平就是解菜有菜解，树有树解那个植物速度解嘅时间食材就难以吃了过去第二，过毛刺头，我哋讲过毛头，动词方面呢是过毛刺头刺头，你不装后啦，接骂伊嘅一个过毛刺头嘅刺呢，刺往里嘅刺一个言辞嘅词，一个多数片。第三，皮实实嘅，皮实实表示渣唔啲唔来擦，唔来揼皮实实嘅，以渣唔啲来唔来处理。第四，不否认中自找苦事咯，恶鸟变火蛇嘅就不否认。所以呢，下巴是以表示佢糟糕嘅人佢惡霸嘅人第六，目之插車，目視插遮遮個視呢讀遮毛上面滿面目視表示落魄可憐嘅相第七，目視表示大為人家看唔起，看人目視看人皮意思。第八，我是狗病一个是说话嘅一种就发愤图强我是狗病就变成歇后语我是狗病。第九，我下巴耳朵附帶大事件一個就非常嘅衝擊，我企又企唔開，一個師傅又入唔起了就是附帶嘅大事件係耳朵我下巴也就才過了我留低了。第十，莫按那個師傅莫食按那個下藥，意思就是講愛冚身份冚身份能力嘅意思第十一，假病假藥醫，真病冇藥醫表示說真嘅真呢那回事，推唔係，推遲唔係有樣嘅就一樣。也你所講假病是本上嘅病，真病就是講業障病，有人安尼講真病，所以假病假藥醫，真病冇藥醫也係業障呢侵犯醫安尼第十二，西南經就是無精打采這個改毛精神，這個西南經也個有樣做事繼續做那假設中間停下了就會西南經唔做第十三，點嘛那個點嘛一個神經不正常嘅人叫做點嘛。第十七，特別是白馬就是不能成一個無性動物就牛馬會唔會用就叫白馬但是人呢一個有個撇開唔講一個就講後光的比喻是表示講諸葛性嘅男人後光的第十六，不鳥節就是毒鳥，一好嘅又愛對上嘅惡鳥，惡嘅又上嘅惡鳥。一不鳥節呢，就是過去在太準方四年人，在秋水嘅時節，游泳嘅時節，不可在水中惡鳥為不鳥節
第17，那个不强名，不强名就是讲文化啊，不强名，那个有人不强名，我出来老百姓顶。都能做国民党所有，有一种情况，不强名，台湾这个某种的话啦，某种人讲话。18，翘首翘脚，翘首翘脚啊，一个书脚不灵光啊，一个发通不灵钱啊，一个就係翹首翹腳。第19，招募入目，哦，要綁緊件啊。一個人家是講啊，要招募，一個要見入目，要見綁緊件，一個就是就係表示講啊，一個人三家咩，三家人咩為人咯，也是一般嚟講啦。第20，不冷汗，不冷汗，就講寒講冷啊，闽南話講冷。一個冷，一個不冷的啊，不冷的啊，就是頭擺個年紀啊，年紀大擺的啦。不肉香，不肉香，就是講啊，輕了掉，做事情不要俾人打個不肉香哈，不肉香。這個嘛，這個在推廣客家語文注音符號啊，就波破莫破，也係用那個漢語拼音 ABC 嘅。真有辦法了解語音嘅結構，同時方便一個教學，所以大家對一個客家語嘅中文是有語無音，所以注音，但是注音跟一下呢，一下就用漢語拼音啊，拼音嘅字同一個英文嘅字冇相同。但是用法嘅道理是一樣。好，看第5個3個動物性12上手為萬人嘅刺激啊。第1個呢就是講啊，後頭攞出耳，後頭攞出耳啊，後頭攞出耳就小聰明有古怪嘅意思。可以講是為非作歹啊。第2一個後就是有些把位唔尊敬嘅表現啦，所以見一下沙皮嘅注意哦，唔好講話亂講話。我本人認識嗰是男人對女人嗰是後嘅事情啦，我並講性侵啦，性騷擾也係一種嘅情況。第3後尾就糟糕的意思，谄媚嘅意思哈。第4做後本人看，做後本人看，就是無聊搞冇意義嘅事情。頭擺出擺啊，一天都看一隻後尾做盤來想人來看安啦哈。第5後尾就上邊嘛下邊嘅冇意義嘅嘛啦，啊這個後尾安啦。一個親切的意思哦，冇強勢人家、輕視人家嘅意思嗬。下邊分對上邊分，那個也比啊，要上下邊要搞清楚啦嗬。一個下邊對上邊講後尾啊，對上都變都強勢人家嘅意思，啊上邊對下邊是一種嘅親切嘅意思。第6後果偏僻嘅一種嘅稱呼啊，冇自覺嘅意思啊，就男性，所以後果後果咯是上邊少馬下邊，一個唔係冇，一個冇意義嘅馬，冇意思嘅馬，冇馬人嘅意思。第7後馬是偏潔癖嘅一種嘅稱呼，五人之間啊，冇自覺嘅意思，性。山中無老虎，後果生大王。山中無老虎，後果生大王。這比喻才華並唔係鐵，沙草鐵嘅實位啊，一個嘅話，一個是自切家喎，
莫指他人家哦，指他人家我被人骂我哈，就山都人考得到呢，还有这山中莫老虎，还个生态王啊，哦，但是他莫讲他人家，讲自家，个强皮的意思，这叫后心，比喻本性像后的，不稳定啊，不稳定。其实后性就好痛啦，哦，侥幸咯，嘿嘿，當叫的意思，假性咯，一說一下唄，月亮計劃對一個假叫隨叫假隨假嘅一中間嘅意義攞出來嘅哈。第11慢用，係指唔聽人講教嘅意思，哦，千慢嘅人慢用，牛頭痛咯，就王八無理嘅，你講啊土家伙，哦，牛頭痛，嘴痛，我哋經常戴口罩，一個暗嘴嘅，唔好講啊，一個用嘴立，唔好講立喎，哦，立是有嘴痛，冇嘴痛嘅呢，所以我盲安啊哈。所以講係一個立是有嘴痛，我哋人有嘴角冇嘴痛。第13牛屎病，佢表示冇假出，哦，洗澡嘅牛屎啊，就牛屎病。到日嘅牛是只有數痕一看必得話，哈，一看就會想得喎，哈。第15牛仔啦，這個牛的口罩，比喻貴為罵人。所以各位罵人的人呢，如果戴牛嘴啦，那麼就罵人。第16犀牛，是指聽人講慣教嘅慢牛，有嚟講慢牛、山牛啊。17釣牛嘛，看天時，或者一句話是個土地話哈，就個老邊人各位講嘅句話喎，做事要注意環境與時態，一個看乜嘅天時呢？落雨天做所以人能看唔到，哦，做壞事。第18變乾是指牛嘅四腳廿天啊，必須牛嘅就按呢變乾啊，一個牛嘅不能一個仰臥條我度安尼面咯，所以牛嘅一彎到。有到幾位方案樣嘅都滾，其實就係滾，所以牛嘅都變乾呢，嚇，牛嘅四腳向田啊，嘅做到變乾，因為冇強開嚟送下來會死喺度牛嘅啊。第19快胎是牛嘅個胎啊，腳底下嘅胎樹上啊，行不通，嚇。第20口角。一個就是指吃牛嘅，會死嘅嗬，口角，吃牛嘅一樣嘅吃啊，伊就拿叉咩，對頭呢當個呢，一戳嘅係到口角嘅嗬。第21牛抵死唔抵走，豬抵走唔抵死，啊，牛抵死唔抵走喎。豬嘅抵走唔抵死哦，是牛豬對生死觀嘅一種嘅特性啊。嘅本土語是客家本土語啊，就係客家白話語文啊。但是土話呢，大部分是講節罵人嘅話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善人表示祝福，一個惡人表示詛咒嘅意思，所以拿出一個節罵語嘅意思，讓大家嚟有所了解嚇。意義在運用嘅時節，同時談話嘅時節，頭都講過嘅，有人先講好話，多了未講壞話；有人先講壞話，後邊啊講好話，安尼嚇。好，一個圖所講啊，到日嘅應用。有數有數有限啊，可能都就會上掉，所以講人好掉，人啊好想
争取竞选选举的时节的，这就是好斗牛样的哦，也个看得到，就会唔敢穷下，为了上马。第六，以通活咧上手为接马仪式啊，第二部分。第一，一个牛人都里斗牛嘛，牛人都里斗牛嘛，一个同阶之后阶之王，阶之王係指唔咩真英雄。抢位财富卡欺负落台落妹地位哈，就會講啊，牛人都里斗牛嘛，無到階之王。第二，牛年冇多錢，部位個多錢哈，個多錢就是多得不償失的意思，得不償失。第三，牛多錯，牛位呢食東西佢會吐出來才食。就表示講話重複又重複，一個啃多啃嘛，牛多錯多啃嘛，就是講嚟講去還是一句話。其實臭牛嘛太國版，就是牛角安泰冇乜嘅用處啊，冇乜嘅用，只有好看相嘅。第五，福臨仙就是佢好講虛假事嘅人，就係福臨仙。老虎嘛，就講啊，性情當惡嘅富人家，老虎嘛，紙老虎啊，用紙做嘅老虎，就是用紙過嘅老虎，唔是講啊。第八，好土唔識鬥變錯，土啊，呢個唔會識。一個土嘅鬥嘅變錯嚇，一個唔是爬愛嘅意思嚇，唔係講啊專門欺負地位人嘅意思。好土唔是一個鬥變，一個和變錯，有人讀和啦嚇，一個牛欄和嘅和下去嘅和啊，唔是。那個地位爬外，吃里扒外的意思哈。第九，龍沙偷怪佛，互相的糾結，好處哈。政治上時常是有一種嘅情形出現咯，沙龍偷怪佛互相的糾結。第十，南沙有反正度就這個好食難做啦，第11，那個南沙藥嘅，啲南沙本身冇吐過所以唔是食藥噶冇食也冇要緊羊嘅12羊嘅，就講義讀到嘅意思羊嘅咪落嘢都下彎腳，羊嘅。第13，羊肉冇食到，殺一身熟；羊肉冇食到，殺烏那一身熟，就是冇佔到好處啊，點到愛負責一毛就羊肉都冇食到喎，殺咩啦一身熟第14，歐陽嘅事就便秘的意思，一粒偷食有人俗稱羊屎所以佢當然偷食唔敢食啦。就看到偷食就覺得羊屎，所以引起心中嘅唔敢食。第15，羊架時，羊架就羊骨嘅意思公羊一個公羊公嘅羊架時就是公羊嘅時安蘭下牙嘛，亦都北洋架時一個就北洋架時雖然呢了解了久嘅就會北洋架時第16，一個神奇一句話，羊架相鬥各對各舊，家公相打相對相，君王相打爭天下，
阿妹想打长老公，也个就是讲啊，过去个有人从三个呢，养家呢就是供养，个养菇的啊，养菇的。第17，养的儿子，养的儿子，意思就是讲啊，断断续续，养的儿子呢，唔好只能学下白啊，慢慢的学，安尼吼。养的一个细路的坚强式，吼，一个特别国苦的人就会学养的哦，因为国家出去老板也有强创意就可以说，是种细路的坚强式啊，追求亲好，追求亲好，细路的就是歌牛。第19，解马踏雕，解马踏雕。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啊，解马踏雕哦，上村呢做一个雕安啦，解马踏雕是马虎虎的意思，解公打解马，硬琴的意思啦，解鸡王啊，解鸡王，这个牛栏都里斗牛嘛，意思上头唔系影响哈，所以各位乡亲，大家对一个客家。一個一馬語當然意思了解，意義清楚，同時用來寫啲哈，所以一個土話語啊，一個可以講得講啊，撇開，莫講個好安尼哈，好誒，咱再來講一個大廈一個土，2隻雞公頭的相對哈，對啊都。個只能好斗牛樣嘅喲，也喺度嚟說下，養家相鬥各對角，結公相打相對相，君王相打掌天下，阿妹相打這個掌老公啊，神奇，這個阿妹相打掌老公，結公相打有掌物嘅咯，各位鄉親大家想嘅神奇，第7。通活線，通活線呢，12上手，我做馬人嘅話啊。第4呢，階級下落曬，第1階級下落曬，冇話風土泰戰啊，是有結局嘅意思，格局小格局嘅意思啊。第2階步，要搬好的話轉過來，製造聰明。做幕後的同胞啊，家暴連後是解釋，是家己應有來書片後的來是解釋。第4水熊家就羊毛屬嘅家公頭啊，很偉大家嘛，但是冇功嘅家人冇好啊，個水熊家，嚴家是誰？嚴家是誰呢？就年幼唔啲事情，哈，很謝謝。26黃帶嘅狼，就係黃帶嘅狼，家是從最初嘅嘅，就家做從我那個教養嘅家歌，好多話講家歌，哈，家嘅教養嘅哈。第7外在嘅。就本領差，有個好表現啊，同屈美牛好 fit 意思一樣，屈美牛好 fit 啊。但是時間長嘅，是咧時間長嘅意思是乜嘅意思呢？比如講好叫長久不停咯，叫唔會停咯，好叫啊，是咧時間長嘅咩？安尼話，騎馬跳上座，唔咩站頭就在站腳，佢就是講不該有嘅事啦，嗬，頭擺這個地方嘅語言，騎馬跳上座，唔咩站頭就係站腳，比不應該有嘅事。第10騎馬台會睇嘛？唔會睇嚇，表示不應該嘅事。
鸡嘛来话睇咯，像我國雞，雞，國人古國教安尼嘛吼。第11，一個會堂啊哈，給字牌，給字牌是南看極樂意思哈。一個拜師呢有必必拜三音嘛，有必必拜三音啊。第12，雞眼嘅夜盲症，夜盲症。不得看唔到雞眼，雞眼咯是皮膚病嘅一種啊，哈，一屬是熱起嚟去，哈，煎起嚟去，一個就雞眼同雞眼意思冇相同。第13，雞多毛，雞多毛像雞油嘅，哈，雞嘅內臟滋熱，啊，豐豐細細粒嘅，真將一個那個。토마토用啊，細細粒嘅토마토啊，嚇，有時啊，참一個美麗方面所出產嘅一種豐富嘅細細粒嘅啊，嚇，幾多毛佢參用啊，嚇，好，我再我哋看看，黃教練就是吝嗇的人，資金不出，資業不出啊，嚇，資業不出。頭多所講嘅一個太極鼓，是指看門輔助嘅類嘅歡喜朗誦嘅男人啊，就是太極鼓，啊，再看16，狗舌，是指做事唔清腔啊，唔乾脆。第17，狗上人行上前，表示各位這個狗屁嘅世界。相當走上一看，特別係有聲音嘅世界啦，嚇，這個好奇，個教練後段有人啊，有人，所以用人，這個人使用嘅時就蘭花嘅蘭，冇錯是條，啊，18，叫頭來，並讚，這個並是奮鬥的奮，也就係讀並，哈，並，就是磨練呢個意思。叫頭來並讚啊，並讚，奮鬥的奮，也就奮鬥嘅奮來，有拍拖嘅時節讀並啊呢。19，軍師大德，教師是德啊，指軍師同教師都不能對去面嘅碰到，就接觸到兩個通體啊，兩個通體都接觸唔好，我好大軍師嘅人啊，就多了有冇相同？好乜嘅就碰呢，就兩個通會相接觸，一切兩個碰啊，同摸同一個讚冇相同啊，碰都兩個東西同，一個前一個後，對面台一個就同碰，一個即叫軍師大德。教師是的，是軍師同教師啊，是不能去讀去名到啊，哈。第20，這個土地位哈，一個一朋友叫字牌談太快就太超好，太表示發情，談心不足嘅意思。叫話同其他動物都冇乜相同啊，哈。一個叫話嘅面頭啊，哦。太快嘅時間，重嘅時間，就疏遠嘅時間啊。第11，叫叉鳥，就是叫龜，看到豬頭就會受別惡鳥、白鳥哦，哈，所以隨便受惡鳥嘅意思。各位兄弟，大家嘅一個人講嘅句話也係有道理。除非講啊，唔頭寫來就攞個惡鳥啊。講嘅句話，只鵝啊，你有沙漠，咁冇表達嘅無形嘅東西啊，嚇，所以啱唔頭就攞個鵝鳥要注意好，咁樣個所講嘅節馬語言就係嚇，同時希望大家少用體育，少口業，少口業，我一個叫朋友，第下嘅呢？再上嚟同大家嚟做個報告，也都會講啊，一個練吟詩，我讓佢嚟讀，冇練吟詩，
对于从山歌里头里，不管是老山歌、山歌子、手条也係嗱呢，講話對話等等啊，冇一個連音嘛，一個發音會感覺到唔順溜安尼吼。俺那個連音是韵母只有中間嘅 R A O 三隻字嘅，但是伊呢？一個就是歌書創作性比較種太富嘅第一講語言嚇，就對單我讀個下啦，都喂聽嘅啦，咧第三，個是耶咩呢嘅嘅別啊呢，啊啲同嘅 A 音呢，對單我讀個下啦，就是喂咧耶咩呢嘅嘅別啊嚇，啊個 O 呢對單我讀個下啦，就我了要麼能我。cơ bơ này thi điều kiện này ngơ cái gì mà và cái là sự thuốc sản cái gì ngơ ngang nghe ngô và cái vi sự kiện và về vô ý sự kiện này ya ye yo em muốn cái sự kiện này mà mẹ mô ye全部都客家話喎，各位鄉親，và cái an tổ ấy bạc không bạc gì mà搞背生意呢搞背喎，真有辦法。順口流利好談安尼啊哈，所以連音是韻母只有 R A O 嘅，按一個 A T A 嘅音呢，韻母 A 音咩？佢就實體字，只有一八隻字底下嘅八隻字，一類量呢嘅一個東西安尼哈，中文本音是一個有按到共有12隻字嘅。聲母只有三個三個 R A O 以上，拜託大家對連音是多嘅研究，能有辦法增加我哋客家嘅語文嘅講起來個順口，聽起來順耳，也係能有辦法得到一個真美真純嘅客家文化。安尼，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